故亦本此而世人以修养生存，趋避逆顺之道，盖莫非气味之也。天地为万物父母，言万物必自天地始，而万物之生成的天地之气，其数亦分天地之数，何图素物之生成，名五行所出，二气所运，而以数视之，其指深矣。盖气无形而难言，数有名而可记，故以数代气。数之所在，即气之所至；数之几分，即气之几分。以数之分合，而知气之变化；以数之顺逆，而知气之吉凶。其言数，皆言气也。气有精粗，有动静，数有奇偶，有多寡，有数名气，则生化之机，无不知之。故何图使以数是造化之本者也。数之为用，自一至十，为一切数之本，无论何数，皆自此生化。故一至十之数，实包无尽数也。知其变化，不可尽于用，不知则不得其用。数者能视变化，而通鬼神。夫数既出于气，气有阴阳，故数亦有阴阳。阳其阴偶，阳属天，阴属地，以二者之分合，而万有以生成变化，不独五行也。而五行为生变之始，故举之以立万物。五者生变由数知之，必将数之奇偶，谓之顺逆，相合而生成变化乃见。图中之13579奇数顺行，4218六，偶数逆行，而其合也？遂成1与6，2与7，3与8，4与9，5与10，各当其位，以生成水火木金土，依次列北南东西中，以是五者之所自出。本乎数之相的有合也，亦气之相生有成焉耳。故知一之与6，两数相得，而水之生成的天地之气若几分也。火木金土皆然，皆由天地之气，奇偶之数，恰相得而合也。故亦曰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数之顺逆邪行，以循环终始。于是生化之道见焉，以奇偶之数，一阴一阳由男女也。而夫妇之道，即人生之始，人以男女配偶，而生其无尽；数以奇偶配合，而生化无穷。此即天地造化之妙也。故数之13579，皆阳而齐；2、4、6、8、10，皆阴而偶。二者相得有合，而五行生成。阳道虚，阴道实，阴统于阳，阳包其阴，
其序，故奇数和偶数，人为奇。奇数和奇数，反为偶。偶数和偶数，人为偶。以见阳之统摄阴而不可抗，阴之顺承阳而不可离。抗则害，离则乖，为相的有合，而后成其生化也。合图之数，天地之本数也，其用自其变化而生。五行之物，万物之根本也，其生化自其分合而成。盖有天地而后有万物，有天地之大数，而后有万物之数可计，故有序有类有名，而后成其德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此德之见也。此道字，即指一阴一阳之道，言二气并行而不乱其序，则有数也。由物之成于世，高下远近，各如其分，此数之所见也。人之至于贤否，贵贱寿夭，各有其数，以定其分，而能守其分，安其数，是谓之命。以命自天，知命者，安于天命之数，而不失其序，以顺承天生我之德，而养育其中和之气，是谓明道。道不离二气，知乎数而合于气，则成道之事也。故义者，言数以明道，达命以知天者也。夫义之言数，自合图始，合图之数，即义之数。如水火木金土五者，义之乾坤离坎正对也。由用言之，则离坎正对，分合水火木金四气之象，而更为土，此后天之卦也。若在先天，则乾坤正对为四方，而坎离在中，其气数各有所合也。以一六之水，为天地二气出化，二七之火，三八之木，四九之金，五十之土，皆依次而生成者。阳生而阴成，阴生则阳成，二气更不以生以成。五行于世出，万物于世生，其生化之道，不离乎此图之序，其赋予之命，不外乎此图之数，数之所在，即二五之所分合。凡属后天之生物，莫不由此二五之分化也。数有终始，运行有序，命有善恶，道有先后，皆气之偏权有所合也。不合不生，故必合而有得也。此天地生化之妙用，亦世界自无入有之次第也。数之所合，易卦而外，则干之谓最易之，以其习见其文也。天干之数，甲乙为木，丙丁为火，
物己为土，根辛为金，人癸为水，其数痛也。地支之数，寅卯为木，巳午为火，申酉为金，亥子为水，辰戌丑未为土，其数合也？皆以五行分配，而相生相制，以成其生化之用，与图相同，故易卦有纳甲之意。盖卦象人或不知，而干之则易之。干之故无异于卦，皆以视气数之运行，二五之化合。或以卦视其象，或以干之系其名，其实皆出河图，亦由数算之代名也。因气数不易记，故以之代，而便于习究也。如甲乙属木，即正序也；丙丁属火，即离；庚辛属金，即兑；壬癸属水，即坎；戊己属土，即坤艮也。而其为用，则与此稍异。以干纳甲人，是阳气之出动；坤纳乙癸，是阴气之邪行。正序以木而纳庚辛，是木受制而后成用也。坎离纳戊己，以水火之用成于土也。兑艮纳丙丁，以金受火制，土为火生，各得其用也。故其数与元未异，此先后天之殊，体用之不同也。然此所纳亦有异同，则用者取义不一也。如归藏一乎连山，周易一乎归藏，皆后天之用，非观先天之体用也。其意详若书中，河图若书一体一用，各有旨也。故在图之数，方位相当，次序无乱，与伏羲之卦相同，而为一切数之根本，有不异者也。图中之数，虽自1至9，而52数，却在中心，故分数时，应分阳数1、3、7、9，与阴数2、4、6、8相对以合，另提52数为中心力极，依阴数逆行之力，与阴数之始4、中6，则1、3、7、9与4、2、8、6是恰相当，而生成之宫见，生化之序明，而52数亦正相当。若不如是，则谓与数失，阴与阳乖，不克生成万物矣。故1、3、7、9阳数，必顺次行；4、2、8、6阴数，必颠倒而逆行，此必然之理。人知阳数顺行，而不知阴数逆行，遂不明数之大用，此惑也。夫使阴数亦如阳之顺序而行，则1与2、3与4、5与6、7与8、9与10，相对而论，皆不能合，
更贺生成之功可言。盖必一顺一逆，一依次，一道行，方能合其位，而成其用。而后一与四合，二与三合，七与八合，九与六合，五与十合，相得而皆有合，以成终极之数皆无也。故曰天数五。的数五，五位相得而有合也。言合乎五，即合天地之心。再道言之，即合中和之德，是人执中用中之道也。盖数十而为五，为五乃中，不得其五，即不得其中，不得其中，必有所偏，偏则害身，安能治生成之用？通天的之心哉！故五位之和，必依因数逆行，而后得之也。且阳顺阴逆，气之自然，逆之